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9年拜访中国，民众的看法真无共款。那一团媒李智英因查某囝希望叫川普来，甲因老爸放出来。有乘客烧酒醉伫火车顶乱，阁有坐公车拍司机同提告，嘛有驶公车去加油，司机煞甲加油站的员工骗烧。有诈骗集团用台湾教会公布宗教的名义拐人加入交接饭钱，教会公报社目前已经报案。今仔日咱先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让9年的时间，搁再拜访中国，按算下暝就会到北京。这一届川普要去中国，中国的民众反应是真无共款。有人认为讲这拍破双方紧张的局势，嘛有人讲中国政府应该要走向民主甲法治。另外，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智英，因查某囝是真烦恼因老爸的身体，希望这一届川普来会当互中国政府甲李智英放出来。至今正外口游客来来去去，就甲平常时同款。不过对北京和中国的民众来讲，这场让高档总算要上场的川协会有期待，嘛有复杂的情绪。川普就是这个人很势利，是啊。也是说变脸就变脸的人。我个人感觉他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就是对，起码他来北京的话，能给中美关系破冰吧。靠回北京居民要义的是中国的改革，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中学点东西，比如就是像类似什么民主啦、法治这些东西是吧？川普已经伫美东时间12日下晡上空军1号向北京出发。这届川协会外界预期会讨论真侪议题，对川普去拜访中国的经贸大军，嘛互金融市场真大的享受空间。不过，香港知名分析师却是真定静，认为川普这次拜访中国，无实质意义，免毋望亚洲市场会有啥物积极反应。Actually, I think he should cancel his China trip. It's only a vanity trip for him. 不过，对包括香港遗传媒创办人李智英的早囝在内一寡亲人封关伫中国的家属来讲，川普这次拜访中国实质意义，就是希望促成因帮一寡人。And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the charisma to get that done. I really do. So President Trump has expressed his commitment to freeing my father, and he poses no threat to China, and it would be extremely detrimental to China should my father die a martyr should my dad die a martyr behind bars. 李孝文警告，78岁李智英的健康当咧恶化，希望老爸赶紧放出来。伊进一步批评检方向时对李智英提出的所谓共谋罪名，99%拢是国安法实施前20天发生的代志。另外一个对川协会有高度期待的是伊朗，有民众表示，中国伫台湾有真大的经济利益，佫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手，希望习近平会当发挥影响力，互川普解读对伊朗的施压。فکر می‌کنم که به هر ترتیب چین اثر خودش رو توی این سیاست خواهد داشت و تذکرات و قولی امتیازاتی که باید از آمریکا بگیره در این خصوص حتما 这场川协会伫经贸、人权、甲地缘政治等各种议题是拢南做伙。若北京的红地毯背后，到底是会当为动荡的局势再来实质的破冰，还是各人讲各人话的政治秀？全球当目睭紧紧咧关注。公视新闻王如明编译。川普明仔载会甲习近平举行会谈，川普讲会讨论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不过，这个举动敢会去达到美国对台湾6项保证的红线呢？美国国务院出来挂保证讲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6项保证会照拼照行。嘛有学者认为讲，川普有可能会为着经济利益来做出政治的让步。川协会要伫个10时起过，台湾议题嘛，互人提出来谈判。川普本人伫个出发进前预告，会甲习近平讲到对台军售的议题。不过，根据1982年美国瑞根政府对台做出的6项保证，其中包含美国未针对对台军售的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是毋是因为安尼达到红线？美国国务院伫第一时间表示，要是按照6项保证行。川普总统也许他会天马行空，会脱口而出，但是由白宫跟国务院组成的所谓的 Trump Administration， 川普的政府，他的发言才是政府的态度。最后白宫会出来把他拉回来，不与中国讨论对台军售，这个是基本的底线。我们相信，也期盼
也要求这个底线不应该被打破。川习会的这个进行，我认为是对地缘政治的安全以及对于两岸包括台海的和平稳定，乃至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所谓的健康的建构，就是有帮助的。川普说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合适的总统，那他能够确保台海的稳定跟安全那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而且川习会一旦卡到对台军售，后续恐惊会冲击台湾国安、外交甲经贸。中国外交部是借机会呛攻，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咱国外交部嘛回击，强调中国这几天一直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造成威胁。中国的相关言论唔那无立场，咱国嘛会继续甲美国合作，建立会当现行甲组织的力量。川普看国际关系总是用金钱来看，或者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不排除中国方面要求是政治利益嘛，那美国方面要的是经济利益嘛，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交换利益，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学者刘德海嘛分析，中国有可能借这个机会施压，唔那要求川普公开反对态度，甚至阁要求爱两岸和平对话。伊嘛呼吁，伫美中两强竞争的国际局势下，台湾恐惊袂当只是西瓜挖大饼的。记者综合报道。军事的消息，咱来关心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仔日实施太武操演，运用各种的火炮、战甲车、武器攻击要来侵犯的敌人，而且头一届使用标枪飞弹，精准拍到目标。这一届操演除了实弹射击，头一届公开出现的标枪飞弹是这一届的重点之一。伊的设计主要会当降低操作的负担，提升生存的能力。射程有甲2500公尺，飞行的时间有甲17秒。另外，这一届嘛透过无人机甲 ATAC 系统来模拟侦搜目标，做战场的管制，主动要登陆的敌人。继续咱来看，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拆掉的部分可能会致使国军无法度大量采购无人机，进一步冲击咱国内无人机的产业。有专家讲，咱台湾无人机的外销是卖了真好，若摕到国军的订单，对咱产业百面会有帮助。不过，南亚立委马文君讲，国产的无人机对抗干扰的能力也要加强，应该爱搁进步。借罗战争使用无人机的经验，国军嘛按算透过1.25兆的特别预算，采购21万架无人机，1320架无人艇，强化不对等的作战。不过最后敢若通过7800亿的版本，甲无人机载具 AI 系统整合拢抬起，互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出现变数。经济部无人机产业专家小组共同调集民单兵会指出，台湾有能力生产好用可俗的无人机，打造飞航的供应链。研发过程上重要就是晶片感测器，然后军方的大笔订单投入，唔来当吸引厂商加入，买当降低研发成本。我们要做一个晶片，假设要请那个联电跟那个台积电做，你没有50万颗，他不会帮你做。所以说你也就是代表说，要下大单就对，你就一定要下大单。单边会强调，台湾无人机已经外销到欧洲，预估今年的产量会当比去年增加4倍到5倍。唔望朝野重视无人机的发展，民进党团就点名无人机的产业重灾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拢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位马文君回击指出，国产无人机的绩效是贵松松，抗干扰能力搁歹，认为特别预算爱开伫及时上好的武器装备。我们买的价格非常贵，可是它飞上天以后，用干扰器干扰不到3秒就掉下来，这样子能作战吗？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我们应该要给他们这些订单，他们才可以发展，这是错的。台湾的企业没有那么弱。国防增加2%，你社福你敢去减掉2%吗？或者说你教育的部分，你敢去把它减掉1%吗？所以啊。这国家这其实对外来讲的话，整个国家安全的话，不分执政不分在野。知影坚持无人机产业应该肯定年度预算交由国防部、经济部随部来发展。曾水雄是回应，若八这部会摆脱其他部会预算，嘛指出台湾爱建造防护网，一定爱落实国防自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股市的消息。美国四大指数拜二是落，下个拜三开盘规片是青顺顺。亚纳大股今仔日是收伫咧41374点，上加捌落甲41014点，落超过870点。
美国公布4月整体也个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3.8，比市场预期的3.7%更较济。佮加上美伊战争的谈判，即马佮讲甲调车，互布兰特原油每一桶称转去100块美金以上，互市场烦恼的情绪佮起来啊！若拜二美股是跋了较济，起了较少，亚股拜三大多数嘛是开价，毋过日股也个韩股拢是先落落去了后，就一路开始冲。若台股是酷落，上加落甲41014点。跋超过870点。今天台股的走势虽然是震荡拉回，不过充其量就是涨多之后的一个整理，这不是一个坏事啊，毕竟短线确实涨得比较多，筹码换手，我认为后面行情才比较能够细水长流。有专家分析，台湾甲美国的通膨警声响起，佮加上台股底线修正，预估讲即摆股市会是伫咧关键的所在起起落落，类股的轮动。拜二包括金融也个有尤其的类股，大多数拢是起的，也毋过半导体也个有电子零组件的类股表现就较歹，像讲台积电甲台达电盘中拢跋超过50块。只是最近毋若中东战争影响油价，也个各国的经济表现，若美国降息的几率低，佮加上地缘政治继续干扰，嘛影响台湾央行第二季的利率决定。停滞性通膨，再加上资产的估值过热，同时发生的这个双重的一个风险，这个是市场应该后续要密切留意的部分。学者分析，台湾的 CPI 未来可能因为中东战争一直撑起哩，毋过台股即马是呛挂挂，互税收嘛是呛滚。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因为即马台股是非常的加压，4月证交税总共收546亿，等于每一天拢贡献互国库27亿。若台积电嘛公布头一季每股配发的现金股利是7块，佮创新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也降到3.8%，是3年来上悬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的战争引起全球能源甲供应链的危机，嘛影响物价甲生活成本。那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讲，只要战争结束，通货膨胀的情形就会大大降低。美国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的纪录，达到3.8%。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进行回应，称拜登政府才是美国通膨上界严重的时代。With all of this, inflation is much lower than it was under Biden. Biden had the highest inf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now what you have is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re going to see inflation go down to probably 1.5%. 通膨压关主要来自能源起价，不过就算是排除食品能源了后的核心 CPI，4月月增率0.4%，也是比3月0.2%更较悬，年增率是2.74%，也是高过3月2.6%。其中租金成本也是核心通膨重要影响之一。根据民调机构伊普所5月上新统计，有2/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到今拢无讲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去拍伊朗，烦恼又会继续起悬。不过川普也是强调，伊甲伊朗的谈判未去考虑到美国人的落地啊。I don't think about Americans' financial situation. I don't think about anybody. I think about one thing: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motivates. 经济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也未完全出来，未来几个月运输甲消费成本恐怕再造成第二波的通膨压力。这份报告也对川普造成新的政治压力。川普2024先讲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证的压通膨、改善民生成本。另外一方面，自2月底开战以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拢是伊朗上大攻击目标。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开战了后，阿联一直咧秘密对伊朗发动攻击，包括4月初攻击波斯湾伊朗拉凡岛的一座燃油厂。针对这条消息，阿联甲北京拢无要评论。公司新闻竟完全变译。即马 AI 发展，算力的需求嘛大大增加，嘛考验团输的效率。即马清华大学开发出一项机器，应用光子的信号来取代电流的信号，安尼会当降低消磨甲延迟，而且速度紧佮省电。希望未来会当应用伫咧 AI 的资料中心，带动台湾相关的产业链。AI 应用侵入生活，不过全球算力需求爆发，传输效率成做关键挑战。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开发世界未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利用矽光子特性，以光子取代电流来传送信号，通改善传统东岛线伫高频宽传输的时，了能源佮延迟增加的限制。
团队研发的这个超高速的光电传输机它其实实现了一个下世代一个所谓的供奉装元件这样一个架构那它可以应用在资料中心对于我们提升传输率，还有降低系统的一个消耗功率，有非常显著的贡献。这个研发的核心是将光学元件整合入去实晶片。团队形容传统资料中心靠东岛线传输，就亲像车踏伫咧高速公路，资料传愈济愈客。不过团队研发的成果会当伫28纳米的制程下，达到国外高速晶片设计大厂以7纳米制程实现的传输机晶片的表现。那采用这种 CPU 的架构呢，那可以使资料中心的耗电量大幅下降，至少省电1倍以上这样子。对，那同步就是在下一个世代，那资料中心的速度也会再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整体不管是以功耗的角度，还是说传输速率的角度，都能够有下一步的进展这样。这项计划适合伫高速资料传输甲人工智慧资料中心应用。团队所开发的关键技术已经摕到6个美国开发专利，还有8个国内专利。未来有机会进一步落地，带动台湾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受到风暴的影响，今仔日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拢开有短暂雨，有的所在会落雷公雨。尤其是北部可能会上大雨，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那方面会渐渐刷向中南部，明仔甲后日中南部嘛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呢，可能降雨的情况会稍微比较明显，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那在东半部甚至在中部地区的话，是属于零零星星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那到了14号之后呢，我们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不过雨区呢是有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在山区的地方去移动哦。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跟今天相比，降雨的情形稍微没有这么的明显，东半部依旧还是属于迎风面的阵雨或雷雨。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在这一段期间降雨的情形就会稍微比较明显。即马是望整雨季，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增强的影响，北部过道雨会愈来愈明显，中部以北拢会受到影响。那明仔中南部嘛会开始落雨，北部因为落雨，温度会小可降低，暗时的低温干那差不多20度。气象署提醒，这波锋面会影响差不多3天，爱等到16锋面离开，各地雨才会较少。继续，咱来看，昨昏有一个查甫人食烧酒醉，伫咧火车顶起酒烧，车长去了解，颠倒去互匹配叫，甚至去互恐吓。那今仔日早起伫咧泸州，有一个乘客坐公车，要落车，伊家己煞无饲落车的铃啊，煞是骂司机到站无停，而且佫甲即个司机拍，目前即个司机已经决定要甲伊提告。这个查甫爬起来，雄雄行位车前，一直甲司机撸，雄雄情绪压起来，要拍对方，佮举车窗的杠腿也要共讲。小贝，你怎么拿东西敲人？警方紧急出动，现场已经无冲突，不过这个查甫也伫车内，互人带转去侦办。公车司机决定要提出伤害告诉。伤势还好吗？司机下头老血老地，倒手弄伤，就是去互这个乘客拍。冲突是发生伫个新北市泸州，75岁姓黄的查甫，13早起7点外，坐3中客运806公车，因为不满公车到站无停，急要甲司机理论，佮动手攻击。不过业者强调，乘客并无饲落车铃啊。乘客到站了，但是他没有按铃，他就走到驾驶侧，跟驾驶有些争执，突然间情绪来了就攻击。台中运输的从业人员唔拿公车司机面对工课场暴力的风险，代替嘛才发生列车长互人骂恐吓的事件。这个查甫徛伫车厢，一直大声吵，就算列车长徛伫个头前，伊嘛无停落来，唔那无要配合验票，佮对列车长大声嚷。这个事件是发生伫个12暗时6点外，代替的数字3日厝区间车顶悬，查甫对上山站上车了后，就一直黑白嚷，最后铁路警察到场，伫个实际站互人强制带走。经查该男泥醉且情绪激动。为预防公共安全危害，故立即带返驻地，对其施予保护管束。这个查甫失控的行为，经过警方调查，是因为伊啉酒醉，就算列车长无要甲告，不过牵涉到恐吓的行为，也是会互铁路警察依照铁路法函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荣总伫年初的时阵，逼出有医师互厂商甲病人开刀的事件。检方今仔日侦结，涉案的2个医师甲3个厂商的人员，照违反医师法甲刑法的诈欺处宰罪嫌起诉。病院这边是讲尊重司法，但若市府是要甲这2个医师送电解回来审理。患者伫门诊大楼出入入台中市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台中荣总，平均一间门诊量是8,000人。不过今年1月，防检机脑肿瘤神经外科肾样的主任医师，佮有微创性神经外科肾病的主任医师，互厂商代替开刀。台中地检署13侦结起诉，消息一出来，民众感觉影响到医疗信任度。那个不是医生啊，如果万一开错了怎么？那个病人怎么办？当然是不对啦。主要就是你要给那个主治医师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相信他嘛，对不对？因为人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就像想赚钱也不是这个方式吧。检方调查2个医师贪得不便利，佮有要加强甲医材厂商的合作关系。伫执行量骨类事件，甲融合手术的时，只是无医师资格的3个医材厂商人员入去手术室。非法执行电销指挥，使病人组织直入了等核心医疗行为，佮暗砍大刀的事实，甲健保署申请诊疗费佮手术费，患者嘛支付珍贵的自费医材等费用，厂商是提拨公关费予医师私底下分利，犯罪所得是196万7039块。阳性正性被告身为医学中心资深医师，竟罔顾病患安全，严重破坏医疗专业伦理，建请法院均予从重量刑。其余医材厂商被告部分，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3个医材厂商人员拢承认犯刑，纳回犯罪所得。检方以违反医师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刑法诈欺处宰罪嫌起诉5人，佮建请法院爱甲2个涉案医师判较重的。中营以书面表示尊重司法调查，等待判决，会加强手术室管理。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已经对中营督导不周开罚10万，涉案医师会移送医师电解委员会审理。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世界卫生大会 WHA 18要伫咧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年嘛是美国退出 WHO 的头1年，目前咱台湾是还无收到邀请。不过，伫咧同一个时间，咱台湾要举办头1届的智慧医疗展览，有30多间医疗院所甲厂商参与，要甲世界交流，而且嘛继续来争取，互咱台湾加入 WHO。扬帆侍卫，台湾走向世界。用快乐出航的心情，要前往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 WHA 18要伫瑞士日内瓦起鼓。今年嘛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头1年，台湾到今嘛也未收到 WHO 的邀请。也毋过，长期倡议台湾加入 WHO 的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表示，虽然大会内底支持台湾的有盘减一个去，毋过台湾要是要继续和世界各国交朋友。公共卫生的研究中心，或者是做者饭店。甚至友商，其实拢伫遐，它是一个多边组织。那我们还是要努力，还是要进去，因为要进去交朋友，或者进去贡献我们的能耐。不管美国的作为如何。台湾可能连续10年无收到 WHO 的邀请。中国外交部顶日还阁呛声讲，台湾无经过中国政府同意，无权利参加 WHO。咱的外交部强调，台湾人民选的政府才是会当代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今年咱会伫 WHO 期间，伫日内瓦举办头1届智慧医疗展。卫福部也表示，有30多间医疗院所、医疗厂商参与，咱嘛会办市场重要的专业论坛，和世界交流。全民健保的覆盖。第2个是有关于台湾 C 肝在2030年提早，台湾是这个模范生，我们已经消除 C 肝。第3个是台湾现在目前所发展出来的精准医疗跟结合 AI。那我们要再次强调，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跟 WHA 的25之1号决议均未提及台湾，所以跟台湾无关。不能够用来排除台湾参与包括 WHO 在内的所有的联合国体系。台湾经过SARS 和 COVID-19 的挑战，嘛向世界展现台湾出色的医疗实力和防疫能力，一再证明台湾对世界贡献。外交部和卫福部表示，咱以往会继续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台湾加入 WHO。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在地上大条，咱要来关心，伫咧台南新营最近传出有臭味的问题。有居民反映讲，就算徛伫咧外口，也是当闻到鸡屎味。环保局去稽查，发现是肥料的问题，因为有农民野肥说是无安涂，才会四界全拢臭味，而且违反空污法来处理，要求爱改善。透早民众伫咧公园散步，安尼凉洗啊凉洗，也毋过12暗时，台南新营袂少民众一行出去门口就闻到，这空中的鸡屎味是臭毛毛，规半的新营拢闻得到，居民拢赶去甲议员斗，希望相关单位会使赶紧来处理，甲拖臭屎味的人赶紧掠出来，互因有一个清气的空气。热人的味加足重的，真正有影，拢臭甲。拍对一间的用出来去甲讲一个。有当时啊是那喜欢。鸡屎味哟，有当时是那烧物件的味，看那个源头是哪里啊？那以过往的经验，通常就是有的农民用了鸡屎肥在做耕种，所以导致整个大兴区有这个臭味。再透过农业局跟农民他们做辅导。台南市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一透早就派人去查，伫后壁找到源头，发现讲有产地无砍头，或者鸡屎味安尼四界摊，爱依照空污法的规定来告发。现场嘛要求业者爱马上改善。那后续就在后壁区的新家里农地发现有大量的堆肥，而且有明显异味，未完全的翻堆。那后续我们将调查行为人及确认产源之后，依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裁处。伫台南溪北遮袂少做田人咧做田的时阵，拢会野鸡屎，毋过这鸡屎味是真够四界摊。环保局就建议讲，鸡屎野了爱赶紧砍头，才袂互附近的人感觉真臭。另外，若咧做畜牧事业的人，嘛要遵守畜牧场管理，抑个环保法规相关的规定，避免发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影响市民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宜山的乡长张义华因为涉嫌食钱，12检调所查约谈服刑了后，照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甲侵占公有财物的罪嫌，先押张义华甲前村长，按算下晡会召开羁押庭。宜山乡乡长张义华参与天府公园启用活动，这届任期做满了后，伊准备要转战县议员。不过，伊互人逼讲涉嫌侵占代理村长的事务费，12号检调所查约谈。就因为当时是民政科长就照讲，伊就依法就依法搞这个人代理权，警官的指示互伊代理村长嘛，村长的薪水就依法就是伫民政局遮批，就。咱的主治的部分就是回里面因的账号啊，拢依法办理啊。去年乡代表会有代表把针对代理村长的事务费老向提出质疑，迄当时公所辩称拢有依照代理事务关照发放，不过检调所查到张义华涉嫌要求向公所黄色专员代理中华村甲湖北村长的期间连续2档，要求逐个月拢爱交出部分的代理村长事务费4万块，互伊家己个人开销使用。检方大动作约谈张义华向公所员工和理事村长等人，获刑了后，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的罪嫌，先押张义华前理事村长，欢迎伊过13下晡召开羁押庭。根据了解，张义华和负责金流的理事前村长好进案情，张义华表示，遐个钱伊并无摕来使用，就是还是他可以请公假，所以还是由我代理，所以。代表会今天还是会照常进行。是宜山乡代表会目前拄好咧进行定期会，乡长涉案了后无法度备询。乡公所表示，目前公所运作由主笔负责，并无问题。嘛表示乡长的案件侦查无应该公开，会尊重司法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花莲有民众牵狗仔出门，返厝了后，狗仔煞是向昏去。送病院了后，才知影讲是去中到麻醉的下毒。医疗监视器了后，怀疑讲是县府的猎狗队所为。这个民众质疑讲，就算要猎流浪狗，嘛应该较认清楚。这种猎狗的方式，害伊的狗仔差一点有性命的危险，实在是伤过落错。事件发生伫12日中昼，麋鹿和主人去市区买物件，唔知影煞熊走倒去厝倒落未精神。主人第一时间当作是食不中毒，紧对 CPR 送医急救了，才发现昏昏是因为互人下到麻醉剂，完全昏迷，整只这样子举起来，它是完全瘫软，然后掉白眼，连呼吸、心脏都几乎察觉不到，完全检测不到。主人调阅监视器了，发现当天下晡1点56分，一只猎狗仔车经过了，麋鹿的腰就出现箭头。敲电话问动保所，得到的回应是咧猎吞大龙地黑色甲白色的狗仔。不过麋鹿根本就无入去田园，质疑猎狗队是看到乌的白，拢先猎才讲。
有犬只是受到民众的通报说，侵扰他的农田、他的农作都无法来收成。那同仁到了现场之后，也根据民众的指认，想要进行捕捉的一个作为。我们这次行这个任务的兽医师是不是具有这一个资格？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同仁方面有相关的一个需要再精进的部分，我们会来做相关的内部的检讨。事件伫光复乡引起争议，大多数的民众拢质疑官府掠到这瓶麻醉的人，竟然无受医师的资格，那害狗仔翘起是谁要来负责？如果说是事主管理不当的话，应该是要用劝导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用麻醉枪这样子来射击，是不是会造成狗这个伤亡？官府解说照规定用麻醉枪需要有兽医师的资格，不过也是会使以行政的方便性来处理。饲主认为掠狗仔对根本就念唔着狗仔，希望官府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甲保障相关的资格了后，才来执行公务。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住伫台东的外国人，因为甲厝内人冤家，就离家出走。家属报案找人，12个时阵，消防人员伫咧一个石头旁发现这个外国人，已经吊伫遐4天啊。加在伊意识是真清楚，目前已经启动救援的行动。13早起，台东县义警2小救援人员开路上山，前往东河乡东海华山尾新小马大山区，搜救一名受困4天的澳洲籍男子，因为沿途拢是无人行过，厝家地形，救援难度是真悬。大家小心的。因为伊这个过溪嘛，过溪了啊，佫爬起梁啊，然后杀佫落来嘛。一般人不会这样子。这名澳洲籍的男子怀疑是4天前项目完结了后，就家己一个人骑机车到部落后壁的山骹，就煞了后煞来失去联络。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12才透过空翕机发现伊匿伫一个山壁石头内底，身体状况和意识拢真好。不过救援人员研判现场的地形无适合救援直升机挖进吊挂作业，敢若会当靠人倒爬上山。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坐标都取得了，但是它的地形是陡峭的，人员靠近是比较困难。伊的亲友拢伫山骹直直喊伊的名，加载拢有回应，人平安。不过消防局动员30多名2小义警，一路爬起爬落，不止也艰苦。实在想无这名澳洲籍的男子是安怎爬上山壁的。台东县消防局表示，希望今日天后进前会当接到伊，佮看附近有适合的地形，用直升机吊挂落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前几日爆出汉他病毒小话游览船红着阿苏号，目前通报的病例增加到11例，确诊的有9例，2例还佫伫咧确诊。其中一个对法国接受隔离的阿桑，因为病情恶化，已经到 ECMO。也那当地卫生局嘛继续咧清查22个接触者，目前是也无大规模爆发的现象。比黑病院是负责收治5位坐昂德阿苏号游轮的法国乘客，12开记者会做说明。病院讲，5位乘客内底有4位拢无验到汉他病毒，其中1位确诊的是一个超过65岁阿桑，79位人就非常的无爽快，心肺功能恶化，病院甲到 ECMO 争取时间。Elle a un poumon artificiel dérivation du sang qui permet de...on l'espère, passer le cap, le temps que le poumon qui est agressé par ce virus et les lésions de la paroi vasculaire puissent se rétablir. 法国卫生部讲，目前正咧清查22位可能会甲其他汉他病毒患者有接触的法国人，会做必要的检测或者是隔离。卫生部嘛甲记者讲，所有阳性的病例拢是游轮的乘客，目前也无看到汉他病毒伫法国国内传开。那法国的流行病专家就表示，照目前的办势来看，是无啥有可能变做大规模的感染。不过因为汉他病毒的暗作期较长，这感染的时间可能会延迟几多个月。What we would expect is a story that may be dragging on for some time. We have had on this cruise ship a group of passengers infected, but there were 23 nationalities, close to 100 people on board, which now have been dispatched to their countries and where they may eventually start new chains of transmission. 专家讲，汉他病毒的致死率相对起来是较悬，少数的患者会有3-5成的死亡率。但即马法国的社会就真惊吓，除了卫生部出说明处理的状况，人当伫咧困亚参加峰会总理马克宏嘛，甲大家安达讲，政府即马拢有将疫情控制条例。卫生部嘛采取上关级的防疫隔离措施，嘛呼吁欧洲各国都要密切来掌握病例的资讯，互即只游轮探病的代志袂火烧规山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最近鸟鼠的问题是受到正人的讨论。伫讨论有议员认为讲喷处理了无好势是原因之一，所以要求市府爱补助民众买处理喷的机器，或者是买喷桶。不过环保局讲，大间的餐厅有规定爱有油甲水分离的设备。因认为讲喷扫车处理喷的容量有够，所以目前暂时无补助的计划。加一寡果子皮、菜叶啊，抑个无水的喷，甲拼入去处理器内底，加到喙，加热了后磨做粉。汤圆冰镇蓝色国小的喷的处理器，配合规套的喷的回馈生态系统，互学生自内底了解生态循环的价值。它就可以成为饲养蚯蚓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是粉状的，所以可以直接把它放到菜园里面去，或者是花圃里面去，很快速就可以成为我们植物或是蔬菜的养分来源。最近这款鸟鼠处理人的问题，真正是吵甲地噗噗。有议员就认为这是甲喷处理无好有关系，真侪油水拢是直接排入去排水沟，会造成环境污染，嘛有可能互一寡病虫害或者是鸟鼠死过生炭。建议市府都要补助人家有喷的处理器或者是喷桶。桃园市的污水下水道只有27.9% 纳管，将相关的这个污水排入了我们的下水道之后，可能会衍生这个相关的一些病虫鼠害的问题。环保局表示，即马喷扫车咧处理喷的能量是有够的，目前是无需要来补助喷机。若一定规模以上的餐厅，拢有要求爱设油水分离的处理设备。若较细间的店面是无，目前正咧考虑相关的政策。环保局这边加强辅导这些管理单位以及重点商圈的一个店家，高环境整顿的一个清洁频率，以及环境消毒的一个工作。若是细间的餐厅，环保局表示，即马会针对重点的商圈，抑个有餐饮业较侪所在，来去了解油排去倒位去，嘛会来做辅导管制，规划适当的政策，提悬店家将处理油的机器的意愿，用辅导稽查抑个有补助的策略，互油水乌白棒的问题会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北市推出社区鸟鼠类警防的服务，希望会当替民众解决鸟鼠生团的问题。因为这个服务为5月15开始，台北市社区的管委会会当透过网络申请来提升环境的品质，嘛让民众安心。老鼠可能会透过这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上面电线一样是干净的？鸟鼠类警防署伫壁架详细检查电线周围，就是要找到鸟鼠夹过的分者。台北市推出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透过专业的鸟鼠警防署夹入社区，针对建筑甲四颗链等的环境做全面的检查，包括鸟鼠脚趾加痕，嘛会透过无共鸟鼠的类型，譬如讲水沟鼠、触电鼠等等，甲可能有鸟鼠出入的路线为源头找出问题。所以这3种老鼠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那我们透过一些居住的环境啊，吃的习性啊，然后这些状态，然后来发现它，然后去找到它的一个踪迹，然后去协助民众去对付它的一个状态。台北市即摆生活行动，都是因为过去拢靠市民通报会较被动，鸟鼠出入的热区，若无人通报，问题就真好发现。环保局长嘛讲，徛个厝鸟鼠出入的状况，其实并无菜市啊、食市场数少，所以希望透过加入社区，用专业的诊断替民众解决鸟鼠的问题。找到这个老鼠活动的热点，以及透过各种社区里面的孔洞，协助他们找到看是不是会进入家户的一个通道等等。甚至这对于家户里面的食物源头管理，以及堆积杂物等等，都会是我们这一次诊断的主要目标。那社区鸟鼠类警防服务，环保局讲的为5月15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的社区管理委员会通透过官方网站申请这项服务，透过专业的巡检甲后续改善，一步一脚印减少社区鸟鼠的问题，提升整体环境品质，嘛让民众愈安心。记者吴金阳、志工台北报道。来关心，伫咧新竹德北一间加油站发生性骚扰的事件，有一个公车司机伫咧加油的过程当中，竟然是甲加油站的查某员工卡来手来，而且全部拢互监视器录起来。警方接到报案，已经依法侦办。因那公车的业者嘛已经甲这个司机停职调查，加油站的女员工嘛要甲这个司机提告。公车司机来到加油站加油，油拢已经加好啊，煞阁唔离开，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公车司机后一秒拿像伸手去帮加油站女员工，惊到了，赶紧用手去动，避去边啊。我们离客人那么近，肯定
情哦。这个动作不好哦，这个不雅的动作我们要制止，我们不能让那个客人这样子，连同家长要提告，那我们公司就协助他来完成这个事情。代志发生伫新德县德北地区的一间加油站，警方接到报案了，也已经依法侦办，公车业者也已经甲这司机停职进行内部调查。接获报案后，已立即依规受理并通报，后续将依法侦办。在此呼吁，应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切勿有性骚扰行为。本公司针对此事高度的重视，那目前已经将涉事员工停职，并启动内部的调查程序，将依相关的法令以及公司规定对该名驾驶进行处置。根据了解，这村地高手的查甫已经不是第一摆安尼生，目前加油站受害员工甲家属也准备向对方提告，予伊付出代价。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争议，环团要求中央都要协助模拟空气污染的情形。那环保局是讲，模拟空污袂干那用一种模式会公开透明。民间焚化炉环评连续会拜三继续开会，环团一现场要求成功代替方案，唔通搁浪费时间。物力、人力、财力都是浪费在这上面，万一确定不是在民间的话，这些所讨论的完全是一场空，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先讨论这个替代方案才对？不过会议主席认为，要先讨论定好的议题，后一步开始讨论代替方案。双方意见无同。另外，一开会进前，环团嘛主张环境部的空气污染扩散模拟模式所提供的资料有真侪所在无合理，要求改由环境部空气品质模式资源中心来协助进行空气污染模拟。避免南投环保局救援兼裁判。这个 ALMO 模拟的方式，就是伊有唔对，这个资料有无合理的所在，模拟出来的这个污染的点、甲污染的量，拢是可能真无正确，就是讲咱的污染真大，结果呢，伊模拟出来，的量是无正确的，所以。伊尽可能就会通过环评。依照进行环境部的法令阮有3种的模式当做模拟包括这个 ALMO 的模式，还有网格模式跟那个轨迹模式阮环保局昨的会议嘛有承诺，阮3个模式拢会进行模拟的动作，希望会当完全来模拟这空气污染会造成的影响所以阮环保局是足有诚意，会用3种的模式来做模拟。环团强调 ，ALMO 的模拟模式是对美国发展出来。美国是一个地形卑平的大陆国家，这款模式无适合山合作的南投。不过南保局回应会用多种模式，袂只用一种，而且会公开透明。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提醒乡亲，即马诈骗又阁有新的手路。这个歹徒引用台湾教会公布的名义，快人加入9万外块的食饭钱。即马代志曝空，台湾教会公报社是已经报案，嘛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这款新型用宗教信用包装的网络诈骗。拍开面册的新人，今日去礼拜堂的相片，让人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又有申请的文宣宣称要为基督徒打造一个交友空间，请真侪教友点入去，这哪像是真美好的平台。但实际点入去连接，这阵网页已经被刑事局封锁，这是新型用信用包装的网络诈骗。参会，我觉得更应该要去知道了解里面的内容、组织架构到底是什么样。这一看就是诈骗啊，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台湾教会公报社职员发现。网络上有人冒用该报社名义举办联谊参会活动，借以募款。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将调其相关资料。指控本身偷用台湾教会公报社名义成立平台，甚至把真正的奉献连结放伫咧网页来骗大家信任。受害者加入来，对方会以非营利组织来打头话，再个以食饭费来讲讨13700块的费用。当事人打电话入去问，这站才曝空。台湾教会公报社嘛随去报案。他们会利用这个基督徒的心理。想要找到基督徒的伴侣，第一次接到反应，可是就在我们发出这个声明之后，
陆陆续续还有收到一些回馈。卖互咱想要做善事的这个心情，颠倒去用骗。台湾教会公布社澄清，总社咧台南、台北、台中、高雄有册房，并无诈骗讲的讨横据点。因强调创社142年，无经营婚姻媒合和交友业务，那近来诈骗手法百款，警方呼吁大家提高警觉，要求民众于手机输入21设定来电转接至指定手机门号，由诈骗集团成员直接接收民众账户、信用卡、交易之验证码、确认电话等资讯，造成民众巨额财产损失。诈骗手法对投资慢慢南入来，金港和宗教做连结，民众若准当着私下咧招，地点无明确，也是爱付真大笔的费用，一定爱纠正细腻，唔通辛苦钱，互人骗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伫高雄有家长指控讲，因查某囝读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去受到老师不当的管教。这个囡仔卡车片去互老师拍到乌青经血，老师秀出来回息咧，讲是情绪失去控制，才会起卡动手。也那高雄市教育局已经启动调查，那确认是事实，上当会罚60万，而且一世人袂使阁加册。妹妹，你会痛吗？哪里会痛？刚囡仔3日落来看，就算已经有髌骨，就感觉肚边肩胛头也是有红红的痕迹。家长讲，伊的查某囝今年5岁，读高雄三民区一间幼儿园，2年前共一个老师都捌因为囡仔袂晓念数字，揪囡仔耳啊。迄当中回息咧，讲是无细字照着的。这个囡仔规个脚趾片拍甲乌青结血，老师讲是一时情绪失控，家长无法度接受。你当老师，你的情绪控管有问题，就要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在这一块的人。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因为从第一次发生了到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去反省，也没有去寻求一些管道。一切该配合的，我们通通都会配合。现在目前，那一位老师行为人，他现在也已经不在学校了，我们已经有做马上的处理，老师也离职了。涉案的老师已经向市透露，教育局则就通报11启动调查，除了保留监视器画面以外，也协助受害囡仔去高医的离校中心验伤，提供社会局甲司法单位来评估。教育局强调，只要确定不当管教的事实，涉案的机构甲老师拢要接受惩处。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其他情绪影响到当下的决定，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只是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可能一次的什么的就否定他们之前的所有的对小朋友的好。有其他家长讲，这间幼儿园的风评袂歹，因为边仔要起厝，学校按算7月底就要收起来啊，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不过教育局表示，若要停业，上换6月初进前爱通报，目前因也未接到消息。记者柯家做赵阳高雄场报道。有民众驶帆船去小琉球的外海，因为透风船煞变去。加在这个民众是赶紧打电话报案，救援人员赶紧拼过，有顺利救到人。海洋浮沉，一只帆船变去，船顶锁仔，佮绑着一名查甫人。边仔细只船豆豆挖紧找司机救援，锁仔固定好了后，救援人员甲查甫人和帆船救到船边，甲人救起来。食水的查甫人司机无力倒伫边仔，总算会当歇喘。12早起11点左右，小琉球中和沙埔传出有帆船变去，琉球海域救援协会接到消息，就紧出动2只船仔，含人力救援。阮救援协会迄个理事，有人通报的时阵，伊在赛事，咱用空白机点啊翕啊，这细只帆船都变去伫遐。哦，风收头哦。风头哦，真正好头，袂甲远啦，毋过用色大啦。各位喜好玩水域游趣活动的朋友们哦，在活动前哦，要了解相关的水域游趣活动注意事项啊，并且注意安全，查询相关的天气讯息。这名细里的查甫人原本打算要对东港的大平湾，一个人驶帆船去小琉球的中和沙埔，2大距离大约16公里，结果到东流海域的时，煞靠强烈西北风，风影就甲伊拍变去。大平湾管理处表示，这2日屏东天气烧热，未少民众拢会想要做水上活动。封面是位在我们台湾的北部，所以我们屏东平原处于风前暖区，吹的是温暖的西南风。加之风力不大，只有1到2级，所以感到闷热，温度普遍有大概33到34度，
那体感温度甚至有34到35度。屏东地区12、13温度悬，体感温度甚至有到35度左右，而且无啥物雨水，爱等北平风面往南，温度才会小可降，毋过嘛是烧热。大平湾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要做水上活动，爱注意风影和天气变化，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各位乡亲，若讲到泰国的点心，你会想到啥物呢？亲像榴莲、木瓜丝、煎猪米糕，这些拢是鸡仔肉就有的好食物。不过，万国因为政府要整顿市容、维持环境的卫生，所以开始取缔番啊，要求因都要集中去美食中心去摆摊，方便管理。才短短4年的时间，鸡仔肉的摊就减6成。伫咧泰国曼谷中国城的鸡仔肉摊是有够济，有传统的煎猪米糕。还有现切的榴莲、咸咸的炒面、冷拌木瓜丝，这拢是旅客袂当绕高的好食物。商业区市容这个所在，透早就打开始咧卖，足侪上班族拢来这买早顿。Street food is like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food for Thai people. You can buy it like 24 hours. 这几冬，曼谷市府积极整理城市的面容，甲公共卫生，除了加强处理，嘛学新加坡，甲摊集中伫特定的美食中心。短短4冬，摊的数量就减少6成。不过有一个伫咧中国城摆摊的大头，捌因为妨碍交通，去用换新台票要1000块。伊就讲，美食中心的人潮无比鸡仔遐搁较济，伊甘愿去用罚钱，嘛要继续伫遮经落去。ว่าเทียบไม่ได้อะคงไม่มีใครยอมอ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จะมาหากินกันเนาะเขาก็ต้องหาที่ให้พ่อค้าแม่ค้าอยู่นะอันนั้นก็ได้ต้องจัดแจงถ้าไม่ให้ขายเลยก็เป็นไปไม่ได้หรอกเขาจะ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กิน曼谷市府已经规划5year，等下美食中心未来会推行特色区域，互鸡仔头的脆食物纳入观光业的发展规划。虽望安尼，伫咧鸡仔路满满的人潮，大家拢咧食脆食物，是曼谷上迷人的风景之一。有一寡旅客嘛怨叹讲，伫鸡仔路摆摊的特色、闹热和人情味，伫咧现代化管理了后，可能会豆豆褪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同款是好料理，咱来看香港，这烧滚滚的人参看落是真好食款。不过，伫咧牛池湾村已经开超过65年的地楼，因为配合政府中建的计划，国不里长都爱来关门。真侪民众是赶伫咧因收起来进前去交关。店内坐甲满满，外口阁有真侪人咧排队等待入去用餐。牛池湾村的巷仔内，大批人客伫新良城地楼门口排队，简单为着要食到传统的港式滋味。遮无华丽装潢，伫铁厝仔内用餐区，嘻嘻哈哈耍风，感觉亲切。人客摕汤盘到柜台前，伫烧乎乎的人参之间，找因想要食的点心。这种自助式的饮茶体验，即马伫香港嘛已经出无偌济啊。懷舊嘅意思即係67年啦，小兒嘅味道，細路哥嘅味道，咁樣啦，一食好難食得翻噶嘛，所以全部都結業啊嘛，所以要嚟試咯。為着供應逐工大量的需求，點心導致半暝2點就要開始冷麵包鴨，為蝦仔燒賣到豆皮捲，每一項點心攏堅持手工製作。導致張大話佇遮飯廳走12冬，伊認為機器量產的食物較無靈魂，愛透過鏡頭的溫度，閣有現點現做的堅持，才會當互點心呈現上百甜的色調甲層次，表現出點心導致獨門的手路甲風格。手工點心值錢咧，就係要用時間咯，要用心機同埋有個人風格咯。工場嗰啲就差少少咯，冇咁明確咯，個樣就。新良城地樓伫牛池灣這個市區甘達村的違建區燒判過一家子，不一個對城市發展。這片土地已經規劃要起公共主體，地樓嘛難得歇業的命運。頭家張先生佇店內無用出無用入，按來上尾有一批人客。對伊來講，這唔是簡單咧做生意，更加是鄰里記憶的寄託。我諗係嗰啲回憶嘅地方都可以嘅，真係冇㗎啦，真係買少見少㗎啦呢啲地方。
比較有特色啲咯，咁樣飲茶飯開心啲咯。當當牛池灣村上尾後的叫賣聲漸漸啊掂去，這座城市嘛，擱再一屆佇新舊交替中，家己啊老香港的縮影掠掉，新良性茶樓的落幕，嘛代表傳統手工點心吧，平價美食的老食，更加是一段超過60棟鄰里之間的社交契約嘛，走向終點。隨望新的公共主體真緊就要佇原圍起來，不過這種結合鏡頭啊溫度甲在地情感的避風港。一旦對歷史帶入去討論，就無法度擱再重來啊！公視新聞地為真編譯。下晡晡的天氣，隨來報你知。北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29度；中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0度。南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2度；東部地區上低25度，上懸30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1度至29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下晡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